歡迎大家嚟到我嘅頻道，呢一個係叫做釋放 Release 呢個 channel， 亦都係我嘅內心世界。大家好，我個名叫做派仔。喺開始之前，想多謝每一位喺我人生中出現扮演唔同角色嘅你哋，我嘅屋企人、親戚、朋友、同事，仲有我嘅老師同埋師傅。你哋嘅出現令我更加明白清楚點樣活返自己嘅內心之餘，亦都從黑暗中慢慢行去光明。我派仔再一次多謝你哋。呢個頻道叫做 Release 釋放，呢個釋放係釋放自己內在嘅悲傷，因為要認識自己個心，首先要承認咗自己有悲傷。悲傷係唔可怕，可怕嘅係自己唔知自己悲傷緊，而遺失咗唔知咩叫做快樂同埋幸福。所以我就決定去用呢個頻道俾自己去釋放，因為要承認自己嘅悲傷，先可以懂得療癒自己個心，重新認識自己同埋擁抱自己。最後喺開始之前，想同大家講，我哋每個人都係獨一無二，每個人嘅人生都可以好精彩，大家都係同路人，我哋大家一齊加油，祝願大家自在平安。我細個開始成日都會去諗，其實命運能選擇，定係如果命運能選擇？點解好多嘢都好似身不由己？有啲嘢就好似整定要發生，要你去面對。其實我有冇得揀？由細到大都係咁樣，包括我嘅出生。唔知大家嘅出世係點樣嘅呢？唔知你哋嘅爹哋媽咪有冇分享過俾你聽，你哋嘅出世嘅經過呢？而我真係知道自己出世嘅過程都要差唔多去到18歲打後嘅事，我先知道。原來我當初出世嘅時候係爭啲出生唔到。本身我唔係嗰個時辰出世嘅，然後就因為唞唔到氣啦，突然之間個 BB 缺氧啦，咁所以醫生本身食緊飯嘅，要即刻嘭聲衝過嚟開刀，因為如果喺呢個時間佢唔開刀嘅話，咁呢個 BB 就會將會離世。當我聽到呢件事之後，我就問我媽咪，咁對我身體有冇影響？原來個成長可能就比其他人慢幾年咁樣咯。之前呢，我有一個老師，亦都係我嘅朋友啦，有同我講過一句說話就係，哇，你個出世咁樣嘅時候，你睇下你幾唔想嚟呢個地球，甚至幾唔想嚟呢個世界。的確，當時嘅我都真係幾唔中意呢個世界，係因為我發覺同呢個世界嘅人溝通唔到，或者係我嘅一啲諗法同其他人嘅諗法真係可能有差異。我成日都會問，係咪我自己人格問題定係障礙問題啦？而加上細個嘅時候，亦都有好多啲我解釋唔到嘅現象喺我身邊度出現過。細個嘅時候有同個爸爸媽媽講過，當時我嘅歲數可能得個4、5、6歲嘅時候，咁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可能會就係覺得個小朋友眼花或者睇錯。不過我好明白到點解佢哋會咁樣，因為我細個真係有好多意外，例如細個就已經個肺部已經唔好，成日都入醫院啦，要吸嗰啲氧氣筒。除此之外，仲有一個對我嚟講好深刻嘅回憶。我爸爸呢，佢係做地鐵嘅。咁以前呢，地鐵呢，逢係暑假呢，就會開放一個嘉年華會啊，類似咁嘅活動日子啦，就係俾地鐵啲員工嘅仔女或者親戚呢，就去玩嘅。嗰一年係5歲。嗰陣時我記得就係我爸爸媽媽仲係帶住好多小朋友啦，有我表哥表姐佢哋。總言之，佢喺我嘅印象入邊，佢係太忙，然後當時嘅環境有太多人，人路係咁出咁入又逼，而我嗰陣時又好細粒，基本上把聲都嗌唔到。結果喺個人潮之下，我越推越後，同屋企人距離就疏遠咗啦。我淨係記得當時當我見唔到佢哋之後，得我嗰一條街，我第一次感覺到乜嘢叫做恐懼，同埋會問係咪真係唔見咗佢哋？呢一個回憶喺個小朋友嚟講就可能只係得恐懼，但係原來呢一次嘅走失或者遺失，原來係影響咗日後我同屋企人之間關係嘅相處，埋下咗一個伏線。喺我印象之中，我淨係記得喺我遺忘嘅時候，有一個哥哥突然之間走出嚟，帶咗我坐喺旁邊嘅石壆，然後陪我傾偈。嗰個哥哥係戴住頂帽噶，我睇唔清到佢個樣，就係記得佢個輪廓。說實話，佢個輪廓真係有啲似我而家半邊面嘅輪廓嘅。我都記得佢拖住我隻左手，然後呢，佢就無啦啦將我隻左手拎起嚟，而指住我左手手掌中心粒痣。佢同我講話：呢粒係寶藏嚟噶，你要記住你自己係寶藏啊！
跟住呢位哥哥陪多咗我一陣，我就聽到媽咪好大聲嗌我個名，然後呢位哥哥一見到我媽咪，突然之間就好似唔知咩事，嘭一聲就好似即刻要走，好似唔要俾我媽咪見到咁。我就係同咗媽咪講話要個哥哥陪我，咁媽咪就問個哥哥呢，但我已經揾佢唔到啦。自從呢件事之後，我成日都會留意我個左手手掌中心嗰粒痣，每逢見到呢粒痣就諗翻起當初哥哥同我講呢粒係寶藏。不過最有趣嘅就係，自從呢件事發生呢，咁我成日都會攞支鉛筆篤個粒痣嘅。結果我媽咪都同我講唔好再篤啊，呢粒好嘢嚟噶。我冇諗過，我媽咪當初都係咁講嘅。其實有陣時調翻轉諗，細個有咁多事發生咗，作為爸爸媽媽一定會非常之緊張同埋關心自己個仔女，同埋始終我係佢哋嘅第一胎，固然知佢哋非常之重視，所以佢哋會將佢哋最好嘅嘢留咗俾我，想我開開心心、快快樂樂。但係因為咁樣，我成日都好擔心，我會做錯嘢，會講錯嘢，我好驚佢哋會唔開心，所以我成日有啲乜嘢我都會選擇唔出聲。我好記得有一次，佢哋因為我嘅問題，佢哋兩個喺食飯嘅時候鬧交，鬧離婚。當然唔多唔少係因為我嘅問題，我嘅去向，佢哋兩個都好關心。然而喺嗰刻嘅我，見到佢哋兩個鬧交，啲碗全部都打爛晒嘅時候，喺餐飯入邊，我好想去同佢哋講，叫佢哋唔好嘈。但我發現我兩邊想講嘅時候，佢哋兩個都係唔開心，有情緒，我做唔到嘢，我唔知道我可以點樣幫到佢哋。所以嗰陣時，我就喺度拖住爸爸，又拖住我媽咪，就得個喊字。我覺得自己好冇用，我守護唔到我爸爸媽媽，成日覺得都係自己嘅問題，覺得自己好似一個負累。唔係因為我，佢哋兩個就唔會嘈交。嗰陣時我就係咁樣諗。當然啦，喺之後冇幾耐，有陣時佢哋都會揀中我呢啲咁嘅話題，關於離婚。但原來對我嚟講，離婚呢兩個字，我喺表面上對住佢哋就好理性，甚至好似冇乜反應咁。但原來我係在意，但我冇表露出嚟。我哋好不容易成為一頭家，點解又要離開呢？而嗰陣時嘅我就開始對於關係上嘅信任開始有質疑，因為覺得嘅就係結婚同埋離婚都原來都係一張紙啫，講可以話一齊，講亦都可以話散。咁當然啦，我屋企而家係非常之溫馨溫暖嘅，而佢哋兩個都係非常之融洽相處嘅。只不過我理解明白嘅就係，每一段情侶或者每個家庭都總係會有呢啲咁嘅過程，而只不過當時嘅我所感受、所體會到嘅就只係得呢一樣。我從來冇怪過佢哋當初所發生過呢條行為，因為呢個係對兩個人之間嘅事。而上天每一次安排到一啲機會或者一啲課題俾自己嘅時候，係一定係有能力可以去面對同埋可以克服嘅。而呢個課題咁啱就係信任。信任呢一個課題到我而家都係仲喺度學習緊，但我起碼清晰咗一樣嘢，相信首先要你自己相信咗自己先，相信自己內在內心嘅感受，呢個係最真實。如果一個人去蒙蔽自己內心嘅感受，佢嘅生活會點樣？如果我唔去 follow up 翻我自己個心，我真係好多童年嘅回憶或者當初嘅感受，原來我一直都係冇被 release 釋放出嚟，一直會屈住，亦都唔會明白到點解自己嘅人生會咁樣，同埋會清楚到點解同屋企人之間嘅關係係會咁樣相處。唔知聽緊 podcast 嘅你哋有點樣睇到你自己嘅童年呢？即使佢係悲傷唔開心都好，但呢啲所有嘅養分都係嚟成就自己，同埋令到自己個心量強大。而最緊要嘅就係每一次嘅經歷，令到自己除咗了解自己之外，亦都開始識得點樣錫自己同埋欣賞自己。有一個法師同我講過，當你唔知嗰樣嘢就叫做懸疑，帶住懸疑嘅心態去睇自己嘅生活，你會發現有好多唔同嘅樂趣。塔羅牌嘅愚人就好似我哋阿媽出世嚟到呢個世界，好多嘢都唔知，帶住好奇心同埋一份熱情去嚟到呢個世界，去探索生命嘅意義。雖然途中會有好多挫折，但正因為呢個挫折，令到佢明白原來生命係一場旅行。雖然愚人塔羅牌入邊嘅0號牌就好似個小朋友咁，但有一樣嘢我哋值得學習嘅就係佢相信自己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嘅呢一份冒險泛濫嘅精神，值得學習。多謝大家收聽第一集 Release 釋放。最後同我自己講，對唔住，請你原諒我，
我愛你，多謝你。